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擁有。浪漫靈感鐵達時，整白切雞最緊要新鮮。呢隻雞擺咗喺雪櫃1、2日，仲好似啱湯咁新鮮。點解？因為我用咗陶氏密實袋啊嘛。佢嘅雙重密封拉鏈與眾不同，零舍密實。將肉啊、蔬果啊等耐啲都咁新鮮。咁大條魚都裝得落，好新鮮，啲腥味唔怕走出嚟。用完可以再用。陶氏密實袋，保鮮儲物，密密實實。媽咪，我啲蔬果都要保鮮。明日青春，今日為你留住。Nielsen 藍金首創嘅日間修護箱。而家越嚟越多人睇起天天，天天日報係香港4大日報之一。根據最新 SRH 媒介年報報告，天天日報讀者增長最快，全港第一。天天不斷進步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天天日報榮列4大讀者人數增長最快，為顏色英雄當然睇天天。沙字，無可抗拒嘅真比魅力。德純萬寶路，萬寶路世界純和嘅一面。德純萬寶路。吸煙危害健康。Nielsen 藍金首創嘅日間修護箱，特有滋潤同護理功能，幫助肌膚重整。明日青春，今日為你留住。藍金 Nielsen。